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即马所收听是汉字之声广播电台恒春仔的摄像机，由小弟恒春仔为恁主持服务。有一段时间无伫空中甲各位听众朋友开讲话声，毋知恁过了好无？若好吼，就继续保持啦；若无好，就尽量甲用好啦。若一直用袂好呢，算啦，嘿啦，反正人生就是安尼啦。顶2个月吼，我伫咧面册内底有发一篇文就是迄个公司有无台语台来甲我采访，有一个短影片。我有写着讲吼，我无正经，这是正常能量的释放啦。请你毋通过度的老师啦。这个老师毋是老师啦，迄个较熟悉的人就拢知影。我要表达的是，这老师是英语啦，嘿啦。这是正常能量的释放啦，毋通过度的 teacher， 嘿啦，就是叫你毋通过度的起笑啦，嘿啦，就无要紧是。较早阮读国中的时阵，英语也含慢，迄个音标有无？拢无认真学啦。老师若要考讲这安怎念的时阵，阮拢甲写汉字伫下骹嘛。像讲迄个鉛笔有无？阮就甲写变数安尼啦，偏数嘛，真正是。这若有囡仔听着吼，迄个阮只会当讲吼，迄个小朋友不要学哦，叔叔不是有练过，叔叔被挨打过了。即阵有一寡新的朋友加入啦，拢讲我阁有做物件无？其实有啦，有继续咧做啦，可是。有可能嘿啦，恁拢毋捌听过啦。当然有诶老朋友就捌听过学到一寡新闻插报英语天地啦，很多来讲到英语。无我甲迄个买手搁做英语天地摕出来搁溜一摆安尼啦。听过就搁听啦，若毋捌听过有无？恁就参考看卖咧啦。英语天地，又搁来到恒春仔的英语天地，咱即马呢将顶摆所教英语复习一遍。blue， 蓝色的。嘛会当讲是郁卒啦，抑阁会记你加过考卷吗 ？blue， 3工无去便所 blue， 心情嘛真 blue， 面色嘛会 blue。咱有一个老同学，伊甲我问讲，当年大禹治水，心情是毋是嘛真郁卒呢？是啦。当年大禹治水，山过家门而 blue， 所以会当表示伊的心情嘛是真郁卒的啦。刷来呢，要教的英语是 hero， hero 就是英雄。英雄就是 hero， 若是无好记，记袂起来呢？对啦，用口诀啦。hero 就是英雄，自古英雄就是身体 hero， 身体 hero 的就是英雄啦。来，咱搁复习一遍 ，hero 就是英雄。英雄就是 hero， 自古身体 hero 的就是英雄啦。大家爱记清楚哦。恒春仔英语天地 ，See you again， 再会。其实吼，我英语真正是足含慢啦。
凊彩国小就比我较厉害啊！阮隔壁迄张姓小朋友，因咧读国小就咧学英语啊。是讲安尼啦，一人一项专啦，嘿啦，毋免逐项拢捌啊。我着加捌挂安尼，若有一寡好笑，则搁报恁听啦。说落来呢，咱听一段新闻插报。新闻插报各样消息，上调下销相责人士预定后日伫一心路甲民权路口举办着爱心大家青惨仔做，好心一定爱有好报的活动。活动内容除了透早4点半诵经祈福义自愿的，伫晚昼的11点甲下晡3点，阁有扶老大人过青红灯的爱心活动。上调下销相责人士特别聘请500名超过80岁的老大人，互大家富过来、富过去、富过来、富过去。因为这回报名参加活动的人数非常的多，名额有限，所以一个人只会使扶老大人过青红灯3摆。敬请各位教师呢配合主办活动人员的调配。艺文消息：好手段爱鸟协会为着提倡民众会使欣赏以及关怀野鸟，所以后礼拜日伫高雄公园举办着野鸟翕相比赛。好手段爱鸟协会惊参与的民众翕袂到鸟仔美丽的身影，特别用好手段将鸟仔固定条例，互大家拢会使翕到非常精彩、美丽自然的生态作品。若是无参加野鸟翕相比赛的朋友呢，好手段爱鸟协会嘛伫咧深山林内掠10几只非常珍贵的鸟仔，伫现场甲民众做近距离的接触，会使摸，会使触，嘛会使互恁体验俗语所讲“病惊死，放惊飞”的感觉。欢迎全家大细做伙来参与。气象报道。根据新机妙旋铁口集团的林冠先表示，因为伊明仔载就要出门佚佗，所以一定爱好天，嘛一定会好天，若无就闹开啊。既然安尼，咱就期待林冠先会使照心愿。以上是咱韩记之声本部独家所提供，由本台特派记者邢春兰为恁采访乌白来新闻，多谢收听。咱的节目也将近尾声咯，感谢各位的收听，咱后一回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咯。